是把法度相导的去各度于一事的，不是合成一般的牵连于前后的。因为众生不了解，自知往物而不来，而为因物而可往，所以就念念住着了。经上说，不念过去，心求未来，单得现在，一念念中记住往来真实。灵能体悟自性的本来不是，一切法在自性眼而所著。时而现前，来而不往，去而不留，如雁过长空，不留痕迹，如见阿门恩，人斜现，人家人，国一见不再见。那就是念念不住，顿的解脱自在。含经以本性的不是为本，所以反对其言作不动，不忘复此心的禅法，于大正4833中说：若如是，此法同于行，言作心，却是障道之源。道须空流，何以确据？心不住，言作住在即空流，住即被缚。若作不动事，为摩诘不合呵舍利不愿作于中。曹溪的禅在房处坐卧动静语默中着力，时下无住，见自本性，活脱脱的处处都自在解脱。这里住心一境的定法却是非常不同的。三一念如含经大正4833下说：其一切境言作地上不染，名为一念。其自念上一境，不于法上念生。莫百入不知，念尽行却。一念断其死，结处受生。行者如何事？念者何物？行者于二相诸尘劳。真如是念之体，念是真如之用。信其念，虽即见闻觉知，言作不知，不染万境而常自在。无念一般总以为是没有念，什么心念都不起。未能以为人的本性就是念念不断的，无真的什么念都没有，那就去死了。所以劝人莫百入不知，念尽行却。空心不知就是愚人。那无念是什么意义呢？于是念上一境，不于法上念生，就是无念。这个参考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，印顺法师所著的《中国禅宗史》第6、7、8章啊。